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係一所將全人教育放喺第一位嘅學校。除咗優良嘅學習環境同埋豐富多元嘅課程，每一位老師都用心去關顧同教導我哋每一位小朋友。老師唔單止教識我哋知識，仲培育我哋成長，為咗我哋嘅一生打好最重要嘅基礎。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係一所將全人教育放喺第一位嘅學校。一間好學校唔單止教知識，更用心栽培孩子嘅一生。學校秉承基督教精神辦學，整個校園都充滿住愛、關懷同尊重嘅氛圍，讓每一個孩子都喺安心同被接納嘅環境中成長。禧年相信，教育真正嘅目的係幫助孩子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同一個穩固而有方向嘅人生基礎。所以學習嘅重點從來都唔只係成績。At our school, learning means more than just getting good grades. Haley believes in holistic education. We are focusing o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esthetic,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to enable us to grow in a balanced and well-rounded way. We believe that a truly successful student is not only strong in academics, but is also someone with character, responsibility, and compassion. This is where we learn and grow. 透過體育活動，孩子學懂合作、堅持同尊重對手，而藝術教育就讓佢哋自信地表達自己，發掘內在創意同潛能。面向未來，學校積極發展 STEAM 教育，鼓勵學生親身探索、動手實踐、解決問題。因為真正嘅學習係由做中學開始。除咗課堂學習，學校仲提供多元化活動，由戶外歷奇到交流體驗，一步一步拓闊學生嘅視野，同時建立佢哋嘅自信同世界觀。喺禧年，每一位孩子都被看見、被肯定。學校用心陪伴，幫助佢哋成為最好嘅自己。響孩子嘅成長路上，家長同學校係佢哋最佳嘅夥伴。禧年重視家校合作，並以實際行動支持每一個家庭。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是一個充滿愛、希望與活力的地方，為了我們的一生奠定最美好的開始。